撩50萬人首爾島朴槿惠，民調話冇後生仔撐佢。人民怒吼喺南韓總統府青瓦台嘅朴槿惠冇可能聽唔到。首爾星期六再有大批民眾上街喺首爾廣場集會，要求涉嫌容許閨蜜乾政嘅總統朴槿惠落台。主辦單位預料有50萬人甚至100萬人參加，而警方就推算有17萬人，係南韓實行民主制度30年嚟其中一場大型示威，三大在野黨都動員聲援。有分析認為，今次集會係家陣局面嘅分水嶺，如果唔能夠好似預期咁推動朴槿惠落台，在野黨或者會改變立場，同執政黨就國會推薦新任總理人選啟動談判。調查機構蓋洛普喺今個月8號至10號做嘅民調顯示，朴槿惠民望繼續保持喺5%，負面評價比率上升到90%，但20至30歲嘅受訪者冇人撐佢，而佢所屬嘅新世界黨支持率更加創下創黨以嚟17%嘅歷史新低。